大家好啊！呢度係左bà蕉啦，左bà蕉，不過中文唔知叫乜，總之係越南街市，而家小弟行一圈俾大家睇下咩蕉。呢個街市咧，大家呢個街市好大嘅嚇，好大街市，乜嘢都有啊！大家返越南玩一定要嚟呢個街市，呢個街市真係好大啊！去出邊嗰條大街咧，大家直走咧，大概2個街口，聽講去到洗馬橋啊！大家知唔知道洗馬橋啊？即係以前個名啊，而家唔知叫咩咧？聽講洗馬橋都拆咗。整咗啦洗馬橋咧，以前咧有一個古仔啊，我細個聽講啦，喺度侵到啦。咁有一個越南婆咧，生好多仔女啊，生好多，唔知5、6個咁啦。咁啲仔女咧，每次咧唔聽話，咁呢個越南婆咧就扮自殺啊！你哋唔聽我話咧，我會去洗馬橋跳落去，跟住咧拜拜咗啦，跟住咧你哋冇老豆老母咁啊！到時咧你哋轉過嚟冇人養你哋，跟住你哋去乞食咁即係每次咧啲仔女一唔聽話咧，條婆咧就恐嚇佢我要去洗馬橋每次去咧講嘅都冇去，即係得個講就冇去。啲仔女又俾人嚇到每次一唔聽話咧，一打交唔聽話咧，就聽阿越南婆講啦，話去洗馬橋咧，咁啲仔女即刻聽晒話搞事，但係呢個真係真人真事故仔嚇，我都聽嗰啲啲婆婆講俾我聽，我同大家分享啦，洗馬橋個故仔啦。講到返越南玩咧價錢咧，香港飛去越南自然是玩咧最靚正。點解咁講咧？你機票150蚊啫，由香港飛越南。即係個零鐘就到，哇！眨一眼到150蚊機票錢，美金150，係咪好平？我哋由美國飛返越南900蚊，最平到900啦，1200、1300蚊啦，啱坐呢班機由美國飛返越南玩，機票都900至1200啦，係其實酒店。講到香港犀利啊！香港玩1個星期，我有或者玩4日，酒店都平，30蚊一晚，機票咧就係150。如果4日3夜嘅
啊，香港呢人呢俾啊300零蚊美金，機票錢啦、酒店啦、食宿使用咧300零蚊、400蚊，玩幾日啦，即係平靚正啊，即係好抵玩，即係香港人好抵玩啊，翻越南。所以香港人咧嚟到越南咧，見到啲豪車，哇，好大啊，哇，好乾淨，哇，佢哋好 exciting，好即係好驚訝，哇，點解越南啲酒店咁大咁靚咧？啲香港人有一種感覺，點解咧？因為香港啲酒店咧係好貴，係好細嘅，你知唔知啊？120蚊一晚啊，香港，明唔明啊？如果你唔想俾120蚊一晚，香港酒店啊，你可以瞓劏房60蚊、70蚊一晚，哇！啲咁嗲嘅陰公，你一打開條門，哇！已經個床啊、廁所啊一齊，即係沖涼喺度，大又喺度，乜嘢都喺度，哇！真係，一分錢一分貨。香港食嘢唔係好貴，不過住酒店真係好貴，100幾蚊。如果你喺越南飛去香港玩咧，就貴啲咯。如果你喺香港飛返越南玩啦，哇，平靚正。咁美國飛返越南咧就唔使講，機票肯定好貴啦，食㗎。酒店睇你住幾多錢，係咪？有啲20、30，有啲80、100蚊一晚都有。咁一日食3餐，10蚊美金，20蚊睇你食幾多。千零蚊美金有得找，2000蚊夠玩翻。即係從美國翻越南2000蚊夠。如果你話我想玩勁啲嘅，用飛士嘅，要面子嘅，我哋玩4000得到。呢個街市咧仲有啲小食㗎，即係以前即係大家住喺越南幾十年咧，仲有嗰種舊款啊。整舊嘢食㗎，啲舊款嘢食都仲有㗎嚇，不過大家要弄下啦。越南咧有啲燒豬肉咧，有啲大燒豬，有啲細燒豬，原來細燒豬一隻都要35蚊美金一隻㗎，平，隻嘅，係幫你燒埋啲 BB 燒豬咁啦，燒雞燒食都要60蚊一隻㗎，呢頭燒呢頭斬俾你食，平靚正。其實值得都可以去行下嘅，有錢1年去一次咯，冇錢嘅就2、3年去一次。人4物1世，都要去試下，係咪？今日唔知聽日事，有時嘣一聲就老咗拜拜咗，去唔到嘅啦。好多人喺度諗鬼，有時今日去下，再諗添就老啦，再諗添就拜拜入窿啦。光陰似箭，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啊！大家，呢啲就魚乾啊成啊，不過你喺酒店係唔俾你煲嘅，榴蓮魚乾臭啊，咁就唔可以俾肉除非你帶鋪台去幫你煮埋，俾5000蚊1萬蚊，睇佢碌咪啦，嘢水啦，1萬蚊一杯記得叫佢俾少啲雪冇咁多因為你飲雪水咧就好易肚屙有時人體身體咧唔慣唔慣啲氣候，唔慣啲雪水會肚屙盡量飲少啲雪水食嘢飲嘢都平嘅越南，其實唔係好貴，1000零蚊玩得㗎啦。所以點解小大陸俾大家咧？因為好多人都翻唔到越南。有啲人咧老翻唔到，有啲人冇錢翻唔到，有啲人病咗翻唔到，好多理由嘅藉口就翻唔到啦。唔緊要啊，錄俾大家睇下，希望啲頻道幫到大家解下悶，懷舊下。越南啲街係咁，電單車、汽車撈埋一齊，街邊檔就係咁。翻到越南咧，最好大家食嗰啲炸魚，嗰啲就煎魚餅，嗰啲就肉翼麥兒煨粟米，跟住放嗰啲豬油渣，正！嗰啲咩
叫點樣咧？腸咩火川粽啊，煎聲啲粽咧，哇正！越南咧翻去啊，最緊要食啲就生果，特產生果、牛奶果、人參果、腰小蚊狗咁樣，特產生果啦，最緊要食。大家去香港啊，最緊要食咩？龜苓膏，哇！佢哋真係龜苓膏，有一間唔知叫咩名，喺廟街，哇！喺龜苓膏正，大家一定要去廟街行下。廟街啊、廟街啊、旺角啊，呢幾笪地方都唔錯，即係好多嗰啲龜苓膏啊、涼茶啊，都唔錯。大家行喺街越南街咧，係有啲係有價錢，有價錢咧，大家入去菜食。如果冇價錢就冇坐噶啦，你可以問咗先坐噶嚇。有少唔同嚇。如果大家翻越南咧，有親戚多咧，最好咧就叫幾圍啦，好似例如有30人啊、40人親戚㗎，咁你開幾圍啦？一圍台都係100蚊美金，咁3圍都300。喺嗰張台可以坐到12個人嘅，好大嘅呢台。咁如果你有30幾個親戚，40個，咁你開3圍或者4圍，即係400蚊。搞掂啦！有海鮮有魚有食嘅，唔錯嘅，100蚊一位，即係屬於係都係OK 㗎。有啲60蚊一圍都有，60蚊就渣啲啦，得100蚊就食好睇啲啦。即係你要面子嘅，要面子就食100蚊啦，再要面子嘅130蚊都有。我覺得100蚊一圍都唔錯㗎啦。60蚊都有，不過渣啲咯，60蚊。咁你叫晒親戚朋友唔食咯，咁如果啲太老嘅，你可以俾50蚊又好，100蚊美金飲下咖啡唔算，即係唔需要話我翻到越南要俾好多，我唔俾啦冇面，咁跟住咧我驚到唔夠膽翻越南玩，好多人都係咁啊！我訪問有幾個咧，個妹肯翻去越南玩，個家姐唔肯翻，因為個家姐要面啊，家姐驚翻越南咧，驚俾太多錢就冇。俾少個頭咧又驚冇面，驚親戚話點解你咁孤寒啊？俾咁少，驚冇面又唔夠膽翻。咁個妹咧唔理到，個妹話：我鬼理，我翻嚟玩啫嘛，主在有多俾多，有少俾少啫。即係個妹唔會介意咁嘢都唔理咯。咁其實做人嘅嘢簡單就好啦，使乜理咁多啫？係咪？開心一日，唔開心有一日。好，講到咁多，係時候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好，幫大家講聲再見，拜拜。